美国做乡村音乐的歌手陶丽巴顿呢，传出8月25过身啊，也毋过伊的家属并无公布伊的死因。这个陶丽巴顿呢，伊是赡养人囝，6岁写第一条歌，伊的唱片呢是卖超过1亿块，也捌摕到11座格莱美奖。伊的过身是引起各界的哀悼，就连美国总统 Trump 也宣布全国累半期1礼拜。Just because I'm blonde, don't think I'm dumb, 'cause this dumb blonde ain't nobody's fool. 陶丽巴顿好听的歌声，唱出伊乡村歌曲的代表作品。歌词也想要抗议金发的查某人都是戆呆的偏见。马甲面体格、胖胖金头毛，佮穿真下水的衫，是伊招牌的舞台造型。伊创作的歌曲也常常传达女性追求独立甲自我期待的想法。伫电纳西州真善家的家庭出世的陶丽巴顿，6岁就写人生的第一首歌。伊做歌手超过60年，创作的歌曲大约有3000首，曲盘卖超过1亿张。伊捌得到格莱美奖12届，其中也有终身成就奖。That all these young women and all these young stars say that I've inspired them, it makes me feel real good. Makes me feel like I migh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along the way. 陶丽巴顿伫70年代用《Jolene》甲《I Will Always Love You》等等的歌曲，伫乡村音乐界真唱佮占重要的地位。也拿80年代，伊头一届演电影《9 to 5》，互伊进入好莱坞的主流市场。这出甲丁宏达抑个莉莉·汤林主演的电影，就全咧讲3位查某员工反抗坏爸爸的查甫主管。后来陶丽巴顿佮甲电影改做是 Broadway 音乐剧，作品也得到4项当年奖的提名。It's amazing to me that it's 25 years old and how long it's lasted, and the fact that it had a good message then, it has a good message now. 除了做艺人，陶丽巴顿也有别项事业，而且佮做真侪善事。伊伫家乡电纳西州打造主题乐园，道理5条是当地真受欢迎的观光景点。伊办想象图书馆的计划，免费送数百万本册予囡仔。这个行为也互政治界对伊真懊恼。即马伊过身去，也引发歌迷哀悼。加州好莱坞的星光大道，伊千行的拍日头前遥控花裤啊，歌迷甲媒体拢来支持。I think individually I'm heartbroken, but I think collectively everyone feels the same way. 平常时罕伫讲政治的陶丽巴顿，遐捌的成就，也有伊对社会做的善事，互美国政治界跨党派的人拢真懊恼。美国总统川普发文表示，陶丽巴顿过身去是数百万人的损失，也宣布全国降半旗1礼拜。民主党前副总统贺锦丽讲，伊是真正的美国爱豆。前总统克林顿也懊恼伊是出众的作词作曲者甲表演者。高市新闻张淑芬编译。